呢個真理在簽人數6:23及24節人講是家啲，呢都係講上帝嘅命令及上帝嘅法，或者上帝嘅真理。嗱，因為到上帝嘅命令，到了一個燈亮，就係佢嘅真理，到了一個光線亮。嗱，佢教吧一家就係本一個生路，本一個生命路。嗱，所以一家係聽上帝嘅真理，聽佢嘅命令嚟行。但是家是生命嘅路線，嗱，第24節按樣講是家啲，佢會保佑自家，從一日節快嘅，從一日節人家對自家曉自家嘅，對自家供自家嘅，嗱，還有其他你到世界你啲看唔到，咪傷害自家嘅，佢會保佑自家，阿啥自家係就佢嘅真理嚟行，因為佢嘅真理，佢嘅命令就係了解嘅。燈亮係講燈嚟講啊，自家跟啲燈達入就講，而是嘅真理路，佢教吧自家，佢教向自家，什麼都了燈亮，用光路俾自家行。嗱，所以自家聽嘅法嚟行，熱天自家得到嘅保佑，因為佢了自家嘅ผิ難所量，所以你啲社經嚟行頭，佢嘅係嘅一啲人你本係你吐下氣，你就你神經樣吐，佢講我呢嘅要離職咧啊嚇啊！你出嚟講我要人為傷害自家，要人顧害自家嘅，佢咪保佑自家，意思佢咪撇手。嗱，所以自家飲滿嘅真理嚟行，就嘅命令嚟行，一天自家得到真理及得勝嘅路。阿門。